对1809年开始，已经有渔民配合台江国家公园，用做乌面大杯来台南生态友善的计划。一直到今年出色的4位渔民，除了一一将伊所生产的水产品甲大家分享，嘛透过饭店的手艺，煮成一道一道美味的料理。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在水产品用纯海水养殖，经过乌面腊杯伫食食的需求，安心无顾虑，所以号名黑皮牌授权，相关的商品嘛正式上市。黑皮产品您享用，水鸟餐桌我准备，请揭牌。2019年开始来发展推广生态友善栖地营造的策略。那109年只有3位渔民提供到10公顷左右，经过我们的鼓励跟宣导，那在去年110年就增加到11位，有50几公顷。那今年111年更扩大，有大概有20几位渔民能提供到160公顷左右的渔温来提供生态养殖。那也促进我们今年黑皮的全国数量在全球达到3824只左右。那62%都来台湾来渡冬，而台湾渡冬黑皮有92%都在我们大台湾地区。因此产生这个生态有栖地营造，也促进这个栖地的改善，让我们多种鸟类可以很好的栖息，让我们生态保育可以成为我们很重要的策略。那台江这地区也会变成为我们大台湾地区的后花园，以及很重要的生态保育的环境。其他人甲焦虑拢当共一个产德，台江国家公园伫顾问团严格把关，无用化学肥料，拍平时降低气温水位等做法，互愈来愈侪渔民支持，创造生态、生活甲生产三赢。台江国家公园它有这个想法，就是让我们的渔温在我们在休耕的时候能够让刚好黑面琵鹭来台湾，然后有多余的食物，有剩下的一些食物，能够一些鱼就是我们已经采收完了，我们不需要的一些杂鱼杂虾，可以让他们来做他们的天然的厨房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啦然后这个以不伤害我们的利益为原则然后做一个符合我们七股地区生态养殖的一种结合是一个我是觉得一个非常好、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黑皮是算是种国际性的保护鸟类啦那我们就是利用黑皮牌，然后挂上这个品牌以后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七股是一个非常友善环境的一个养殖地区然后希望以后能够让大家有这个很好的概念就是对环境要友善不止人人类还有鸟类还有我们的大自然能够和平共存。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以后将持续透过通路甲餐厅来推广黑皮牌商品，扩大社会各界认同。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